美国国防部17公布一寡正危险的画面，讲这中国解放军继续伫咧南海、东海等空域呢，故意要咧惹事端，因为战机飞wat来，甲这美国抑个盟友的军机炸，甚至是飞进wat等等的行为，这2年来特别一百件咯。另外，咱的国军伫咧花莲七星潭海岸实行战备攻防检验，这是七星潭伫34年后，搁再放伫做是中国解放军正有可能会上岸的红色线布。海军中呼级战车登陆舰是放出3台 AAV7的两栖突击车，顺利伫咧七星潭的海沙堡登陆。麦当看到滩头有放红色的界限标。今日国防部检讨，中国军队有可能对台湾两栖登陆的买20个红色的海沙堡。过去拢方认为讲是登陆的难度真悬，障碍真侪的花莲七星潭海岸。34年后国防踏入，这摆试点含经验战备，表示东方的战备准备好啊。东岸已经不是我们安全的后花园，相对来讲，有可能东岸也会变成搏火的战场，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所有的防卫都要去依据解放军现在实力的一个变化去做调整。中国军队的动作一堆，唔那是继续派军机南绕台，危险的行为嘛一直增加。美国国防部17公布一寡画面，要来抵制中国的起步空。All is part of try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ability of U.S. forces to operate safely in places where we and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ve every right to b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不过，中国军机是忽然间正换美国飞行机的正头前，互美国飞行机只好飞过中国飞行机的尾流，互机身海阁真厉害，阁有放照明弹来干扰等等。敢若过去2冬，伫咧东海含南海这空域，都已经对面200摆的危险做过阻挡。And those accidents could lead to miscalculation. We must prevent these from happening in the theater. 美国要求中国应该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避免发生无必要的意外。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讲，美国会继续寻求和中国军队建立对顶悬到下骹的沟通管道，但是美国袂防威胁，美军会继续伫国际法准的范围内，安全而且负责任来执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